郭浩顺的新闻前安尼吼，老母什么名老爸不祥。 阮老爸不祥，不祥。1990年代啊，迄时阵啊咧参加世界杯，因老母正是咱台湾队的一员哦。七局台湾队咧进攻的时阵，2人出局，因妈妈咧拍一个插步边，然后咧按打手，对，一路一边出去，出去好话啊，手一个因母啊走，就是冲，就是冲，冲，无就摔到球牵到刀手，准备要甲伊妈妈处散，因妈妈看见将这抓出来，台湾赢咯，赢咯！可是妈妈因为处理了，等下讲有心。阮早会，阮母也去弄到本垒帮，有心，有心就生你，所以我生这块本垒帮出来。无错，啊好，非常好，风吹袂倒。要讲大家来讲，还佫有，这个碰过因老母做囡仔的时阵，因为家境无讲介好，你莫讲啦，厝内我讲一个啦，因为呢厝内呢无家事，当时呢，啊因呢大家官就讲，啊你过来遮无啥做代志。 来去后壁山去抾茶，烦恼一直行去，行到半路，因老母敢若下落去尔，后壁一个乌影，咻！因母也有心。什么物件？安尼，什么物件啦？乌影有心。哎，台湾的山高位后壁走。赢啦！哎，谢谢碰哥，感谢。